将阮的心肝藏在你的手内，你敢敢甲阮我看卖？不免什么誓言，不惊任何阻碍，若有你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有陪伴你，阮决心爱你到未来，爱你到未来。无论是海角天涯，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我幸福的门牌。是啥人的爱？阮拢嘛无爱，你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期待。这周彩云哦，想要用钱甲咱买收。伊想要看袂起咱，啊，毋过吼200万无甲收起来，我心都唔甘，你知唔知？俊姐，秋美要红的是爸仔囝亲情，有时200万会当代替的啦。这我拢总知影啦。咱送到贵个要掠去呢，这200万吼，咱当做大一代志的了。一世人嘛无才着赚200万。好啦，即摆咱无甲收起来啦，到时担当就倒转来，啊，你也去甲伊见面啊啦。伊若无钱，你做查某囝，咱家是啥物拢总无，你知唔？俊姐，我相信我妈妈袂骗阮，秋美一定是担当厝长的亲生查某囝，人做归总上重要啦。以后钱的代志，莫阁再讲啊。哦，真是甲你讲袂完车啦。秋美啊，莫烦恼啦，这样代志哦，一定有法度解决，咱是赶紧转去想办法，哦。周彩云，即摆我无你的烦，啊，毋过总有一天，我会光明正大转来这个厝，到时阵看我安怎对待你。恁回来啊？我等恁足久的啊。你哪来遮？来遮要创啥的？我是来找秋瑶的，关你什么代志啊？请问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是阮哥哥叫我来找你的。阮哥哥已经去找过阮阿姨啊，啊，毋过情况毋是真乐观。阮哥今仔早起临时阁有代志去日本几工，伊转来了后会阁来看恁。到时阵再跟你参详秋美甲院长见面的代志。这段时间，就请恁爱小啉来者。啊，莫来佚佗啦！讲要来甲恁斗3工，一个离开，过2工拢无出现，即马一个出现，结果讲恁哥去日本，歹势，我用脚头想就知影，这招绝对是恁套好势要来骗阮，对毋对？歹势，这边吼，我咱毋是简单的人物，无汉尼戆啦，叫人拖咧戆戆死，拜托咧。你是讲啥物人套好的？我讲的句句实话。阮哥这么好心好意要甲恁斗3工，你竟然讲安尼误会伊。歹势啊，俊姐毋是迄个意思。其实，阮才去找过恁阿姨，结果伊不但毋相信阮，佫加钱互阮，想要叫阮走，所以俊姐毋才会遮生气。你已经去找过阮阿姨啊？是啦。假使恁哥哥若是愿意甲阮斗3工，阮会真感激。啊，毋过我想，这件代志恐惊无遮尔简单就会当解决。秋美啊，莫会甲伊讲遮尔侪啦。因阿姨哦，根本无怀疑你转去堂教，而且你想看卖，因甲伊哥哥敢有可能甲别人斗3工？对妹，听边辉讲就对啦。
莫搁讲啦，也接不接？心小姐，实在真失礼啊！没啊，我想要甲心小姐讲一下话，你先入去啦。我甲恁哥哥来过遮啉咖啡呢。你是毋是想要问阮哥的代志？恁哥去日本，什么时阵会回来啊？真歹讲，应该代志办完就回来啊。我看恁兄妹仔感情敢若真好吼。是啊，阮哥甲我这个妹妹，我嘛甲伊这个哥哥感情都会蛮好。那安尼，恁兜除了恁兄妹仔以外，厝里还阁有啥物人啊？你到底是想要问啥？我只是凊彩问问的啦。我是想讲，恁兄妹仔遐尔热心甲我斗相共，我煞毋知要安怎感谢恁。假使以后我若真是会当另做归宗，以恁兜甲阮爸爸的交情，咱一定会常常见面的。所以，我想要先对恁先有一个了解啦。感谢呢。假使讲伊也无解释，我也了准你对阮哥有意思的。咱这拄熟识无偌久，你未免想济啊啦。而且恁哥哥条件遐尼好，女朋友一定真多，无条件早就应娶某啊，我要哪配得起啊？伊还袂结婚。阮哥的条件真好是无毋对，啊，毋过伊眼光真悬，而且一讲到嘛，敢知影工课，所以阮爸爸甲阮妈妈嘛真头疼。一般人了准阮兜是豪门，所以可能规矩真济。其实阮兜的代志真单纯，毋是像外口的人所想安尼。以后若有机会哦，你慢慢了解。看起来，这个心拉婷并无白体甲我做朋友。只要伊甲因哥哥关系甲我斗相共，我要甲阮爸爸相认，就会加足顺利的。就算讲认亲无成功，会当交到亲像沈文华条件遮尔好的男朋友，我也是有机会踏入豪门。林辉啊，你咧去小吹哦？是啊，但咱即摆也无场所好表演啊！你小吹去遮尔紧是要创啥？正姐啊，啊，你无了解啦。咱这支小吹进前替我趁袂少钱，哦，虽然即摆暂时用袂着伊，毋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有需要伊的所在，你讲对无？对，其实哦，我足了解你的啦。秋瑶啊吼，算是你的大某。啊，这个小崔呢，算是你的谢姨，大某谢姨，你拢用爱心去甲照顾，对不对？俊姐，你哪有袂讲啦？哎呦，一个讲道理你煞会歹势哦？面拢红起来了。啊对啦，秋敏还袂转来啊？是啊，我嘛咧烦恼，伊出去足久啊嘞。你免烦恼啦，伊哦是咱家庭这查某囡仔做伙出去。新阿婷哦，这查某囡仔是一个千金大小姐，真骄傲。我惊秋米会去用教歹去。莲辉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看这查某囡仔袂歹呢，佮真善良。我今仔是烦恼，秋米出去几啊点钟，敢毋是拄着什么意外？我来食。喂，喂，你要找阿俊啊？晓？阿俊就出去呢。我是红车煮饭互我送啦。灭火啊，早就搬厝啊啦。伊无。喂，裴老板，安尼哦，好，我知，我即摆水过吼，好，再见。哦，班长公这头尾打电话讲哦，叫阮去加班啦，阮即摆水过哦，咱转来。俊姐，
啊，头家打电话来，佮叫做无伫的。咱哪有钱请主无马上？哎，小计一个啦。今日我高休了，做工课做啊规身躯酸软疼哦，想要好好休困一下，叫我去加班，有啥意思都无。免休困，我去答应头家啦。入去，甲我倒休息。啊，你敢要替人食饭？对啊。我等你哦。好，来啦，卖假啦，来啦。喂，足忝的呢，喂。哦。最近，剩2工互你搬啦，我地大门窗顺到听钱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头家，拢搬好啦？你先抢去。哦，辛苦啊，辛苦。来，天气热啦，你不要坐吼。多谢。多谢。安尼啦，我去啦，恁提资料你啦，吼，你莫客气的，吼。啊啦，头壳开始咧现啊，想袂到以后要真紧。你的心若生轻若有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你是我一生的。啊啦，头壳开始咧现啊，想袂到以后要真紧。他的锅要没肉来。我那收着。免费啊！免费啊！那我说明，免费啊！免费啊！免费啊！哎呦！你哪会出去遮尔啊久啦？我还烦恼呢。姐，我已经大人啊，变烦恼啦。你莫嫌我啰嗦啦，我是关心你们才会念你。尤其是经过认亲的代志了后，我有一个感觉，咱随时拢可能有意外的代志发生。我只是刚刚停开讲一下，等我转去台家以后，我嘛算是亲戚，所以我想讲先甲伊甲关系拍好啦。我来食。喂，俊姐，恁哪会叫我还袂转来啦？啥？约会蝶饼？你讲别，你我拜托一下，你等下不会免费平安无代志。免费啊！你太勇敢了哈！你别让你出代志，免费啊！
老师甲李明辉毒死。你哪安尼做啦？我哪安尼做？我安尼做，拢是为着你啊！你为着我干那爱你去解决林秋美的代志，我无爱你留出人命。李明辉袂死啊！你做你放心，迄个工头互因2个分去了后，已经敲电话叫救护车送去大病院啊！我安尼做，只是要还一个小小的警告。你无骗我？我哪会骗你？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，但是在林秋美迄件人心内，已经造成真大的影响。伊若巧，都应该知影量早离开台北，莫阁出来乌白真倒白。照你安尼看，迄林秋美，敢有可能就死心？假使讲，伊若真正是逼穿的亲生查某囝，我看，伊恐惊无遮尔简单就放弃啊！假使伊若袂死心，那安尼，都唔当怪我。你打算要安怎做？这你免管，我为伊所做一切，拢是我家己欢喜干出来。将来较煞任何效果，拢由我一个人承担，绝对袂连累着你。总讲一句，我已经留一条路让秋美行，假使以后唔行，我就真正会死。我来参我嘛是运气啊，啊混偌久我是唔知影啦。当我醒起的时阵，已经伫咧救护车顶悬啊啦，啊是救护车将我甲这个棉花吼送来病院的，前个就是安尼啦。有这款代志？啥无这款代志？你敢若无相信我讲话了？我讲拢是事实的啦。哎，毋是我唔相信你啦。假使对方若要你死，是安怎会搁敲电话叫救护车来呢？而且，你到底因对方的动机是安怎？啊！你有甲人计冤仇无？我哪敢有计冤仇？啊，对方要哪害我，家己嘛唔知影。喂，你是警察呢？这个代志是咱去调查呢，什么法度当下咧问我？好啦，啊无就安尼啦，我搁来现场看有啥物线索无啦。啊，你若有新的线索，再搁敲电话甲我联络啦。我先转来警察局啦。好啦好啦，麻烦你哈，多谢啦。姐，你们不出来吗？医生已经要做急救啊啦，无情样混得不清啦，不是观察中环境，也免紧张。我小烦恼讲哦，连我这肾高是中毒的，对神经系统有关系。这点我有请过医师啦，医师讲伊嘛无把握。今仔去搬物件，互人哪会对着这款代志啦？姐，你是莫烦恼啦，明慧人甲命叫回来，因算袂歹啊。你袂使入去啊！啊，多谢多谢。多谢多谢。遐残忍，将明辉害到安尼，咱小林山对着遐尼做代志，除了就彩云，还够谁人？我嘛是安尼想，啊，不过因既然有机会甲阮下毒手，伊就规后阮死就好啊，伊哪就搁敲电话叫救护车来救阮。无听到，你是甲咱当作家里翁仔咧耍，啊无听到伊是要互咱一点仔警告。连续，我唔敢去做，佮要叫咱安怎？这个若是免费，真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？我一世人，我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姐，你莫阁艰苦啊啦！代志到这个地步啊，以后咱会较小心的，才袂去中着因的圈套。
姐，你来阮兜创啊？阮兜门口免人顾啦。我是来找免费的。免费，免费已经互人害甲住咧病院啊啦，免费。住病院？伊哪会住病院？你敢有听到我的声音？敢有听到我伫咧甲你讲话？那是我害你的。假使若毋是为着手皮甲我，你嘛毋免去做搬厝的工啦。你都袂受到这款的折磨甲痛苦。我知影你一切拢是为着我。你精神好无？你精神好无？艰苦啊啦！为即马安尼，也毋是你的毋对啊，你莫自责啦。你若无明慧，若是知影你为着伊遐尔艰苦，伊嘛会足毋甘的啊。早顿甲你买好啊，你紧食啊。我若想到伊还袂精神，我哪会食的呢？你是安怎？你变假好衰啊啦！我知影这一切哦，拢是恁阿姨做的啦。你等于来讲，看有啥物弄到的手段，做伊等出来，阮无你惊啦。我是真心实意来想看明辉的，你无必要对我遐尔歹。假使讲伊有证据，讲这是阮阿姨做的，那咧请你去找伊。假使讲伊也无证据，就请你莫黑白讲。到即摆你还搁咧替伊讲话？阮来台北无偌久啊，嘛无熟悉偌侪人。无可能有人会害明辉的啦，一定是恁阿姨叫人来对付阮的。你出去，阮才无欢迎你。秋玉、秋美，我知影我即摆讲啥物，恁可能拢袂相信我。啊，毋过时间会证明一切。我甲阮哥哥拢是真心想要甲恁斗相共的。心小姐，明辉搁咧昏迷，我看你也是连日才搁来好啊啦。我一定过来看明辉的。这段时间，假使讲你若需要我斗相共的所在，请恁尽量甲我讲，无要紧。我先来去啊。明辉已经昏迷2天啊，若是搁毋精神，我实在足烦恼。烦恼嘛无路用啊，家己的身体嘛要顾好。你遮坐2天啊，无去碰伊遐小体一下啦。袂啦，我袂忝啦。我干那希望讲明辉赶紧精神过来。明辉。明辉，你精神啊是？明辉，秋瑶，你的心若是肯若有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你是我一生的。明辉，你精神啊是？明辉，秋瑶，小美，想要到我阁会当见到你。你即摆感觉安怎？敢有倒位无好？我真好啦，杨老王唔见受我，所以我阁转来。无代志就好啊，无代志就好啊。明辉，你昏迷2天，拢是阮姐咧照顾你的。你若是阁毋精神，我看连阮姐嘛要倒伫咧病床顶啊。秋瑶，多谢你。
秋美啊，拄则你讲，我已经昏迷2天啊。是啊。林辉，林辉，你要创啥？我要转去，我今马上要转去。你哪会转去啦？哎呀，我已经要转去。你别去厝，因为对我好啦。林辉，林辉，我手哪变安尼？我的手哪变安尼啊？这，我先去叫医生。林辉，秋瑶啊，这敢若不是我的手，我无倒控制，我无倒控制，我的手。哥，你说去日本处理代志敢不顺利？你哦，一开就遐尼济工，而且一点消息拢无，我要来到日本迄边才可以为难你嘞。其实根本无啥物代志，我落飞机了，日本公司的人甲我讲，这是一场误会。了，六天就是食饭、啉酒、度假。我带不落去啊，所以就回来。哥。甲你讲一件代志，你袂会着想啊？什么人喺你病院内底昏迷不起？哪会安尼？像因怀疑这件代志甲伊有关系。我的手哪会抓到这么厉害？敢讲是亚树中毒所造成的？我的手敢会好呢？梁辉，你若坐伫咧遮，我倒咧休困。我要出院。你身体都还袂复原，要哪能出院啊？知影，你一定是为着医药费，对无？梁辉，钱的代志你莫烦恼啦，咱来慢慢想办法，一定会当解决的。我知影我的医药费已经开不少次，不过我无希望，能够去表演，才会好。我知影啦，我甲秋美阁有转正，阮会将一切拢安排好势，钱的代志你莫阁想啊，你只要安心养病，敢好？文华，你来拄啊好，阿姨今仔日炒这盆花哦，安怎炒安怎唔对，你来替阿姨看卖来。阿姨，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讲。等下回两间哦，要甲我讲日本的代志。好啊，啊无等下吼，你留下来食饭，咱再好好讲。我是认真的，我今晚就要甲阿姨讲。什么代志这么严重？知影？阿姨，这侪年来，我一直拢甲你当作是亲人，所以有一件代志，我希望你倒是甲我讲。什么代志？你问啊？林秋美有来咱家，要甲伊场认亲，你毋但无予伊机会，而且佫摕钱要叫伊走，是毋是？你听谁讲的？我只要阿姨你甲我讲，这到底是毋是真实的？也佫有李明辉、亚树中毒。这是不是我甲阿姨有关系？阿姨，假使讲这代志拢是你做的，那你我拜托你，莫阁安尼啊，放因煞好无？我已经甲你讲过啊，这件代志叫你莫猜，是安怎你这么无听话咧？自细汉，阿姨就甲你当作亲生后生安尼看待，啊若拄着代志，你不但无甲我带三工，颠倒去帮助外人，安尼敢对？我就是甲阿姨当作是亲人，我才会考劝阿姨啊。假使讲李明辉这件代志甲伊有关系，我拜托你莫阁做啊，到时会出人命啦。好啊，我话甲这个会数，无需要你走来厝里甲我讲，什么是应该做，什么是无应该做的。阿姨，你是安怎无法度接受秋美？敢讲
敢讲阿姨，你早就知影，伊是一定会亲生查某囝。你也点去？伊是一定会亲生查某囝，这毋是伊唔对啊！伊倒来认亲是要找到伊亲生老爸啊！骨肉亲情这是天性，假使你有查某囝，你就当体会啊！你安尼在甲我讲话？对，阿姨就是因为袂死，才让你一张起啊，到即马。即马连你也咧讲我，你是不是因为阿姨？因为袂死，所以我心理变态，才陪互你一张甲亲生查某囝生两个哈？阿姨，我毋是故意要刺激你，也毋过，我真正是要苦劝你，我烦恼你啊！一时的冲动会造成无法度弥补错误啊！阿姨，我拜托你，我希望你会当给秋美一个机会，好无？你会慢慢来接受伊啊！至少，你莫去伤害伊，还佮伊身边的人嘛。枉费你自细汉我遮尔疼你，你即摆竟然为着一个身份不明的查某，走来厝里甲我大细声！你出去！阿姨，给我出去！文华，你看，你甲恁阿姨气甲安尼，伊是为你自细汉就看你大汉嘞，伊做人，你都上清楚的啊，伊哪有可能去做出伤害别人的代志啊？假使若甲阿姨无关系，那你就是你做的哦。无你即摆是咧后面讲啥？你拢用这种态度，你含中袂讲话。这件代志上好是甲你无关系。看起来，文华对这件代志的关心，已经超过咱所想。你的心若是肯若有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。哥，安怎？阿姨安怎讲？伊毋承认，也毋过我看会出来，就算毋是伊叫人做的，至少伊嘛知影，替伊做代志的，真有可能是江副总。我想嘛是，那安尼即摆拍什么样怎做？找个亲生的查某囝，是医生一世人上大的愿望。我绝对会去家己良心，这件代志我无能掂掂掂，我一定要互伊两个人相认。敢是安尼尔？我看你应该有一个更较重要的原因，是为着秋玉，对无？你莫后白讲。我讲的是事实啊！自从你熟悉秋玉了后，就定定袂食袂困，感觉着伤势袂共款的。是万事通小姐，敢会用请你开车？我要去病院看明辉。这哪有啥物问题？护士小姐，请问原本住伫遮的李明辉呢？伊已经出院啊。出院？姐，你认为新文化去日本是真是有代志要办，还是超过你想骗人啊？是毋是？我唔知影，也毋过我希望伊莫搁再来找咱啊。敢讲明辉的受伤真是新文化叫人做的？我紧将妹送去病院，互明辉，你伫咧厝里，莫后白走啊。我知啊。
明辉，你哪回来啊？俊姐，你哪无互明辉伫咧病院加休困一阵嘛？我嘛叫伊加大几工啊，还着坚持要倒来，我哪有法度？明辉，秋瑶啊，我家己的身体啊，我家己知影啦。啊，提出来对休困，毋是共款，那就开车调一次啊。我去看上来。你伤济咧？你实在是，迄一个头就有啊，身体也拍歹去，迄补袂倒来呢。对啊，保重点啦，对。你是过来创啥？恁咧敢若目标鬼咧对调调哈？阮无互你害到其他路边，恁袂爽哟。阿俊，我想你是误会啊，我毋知影讲代志会变甲安尼。阮阿姨为着秋美认亲的代志，甲我调出去国外，等我转来，我才知影讲代志遮尔严重。阮跟我讲的拢是真实的，为着明辉的代志，阮阿姨已经真无谅解伊啊。结果恁讲恁误会伊，恁敢无感觉家己真过分？这明辉，我是咧想啦，就算讲吼，这一切是周彩云做的，啊，毋过嘛无代表文华甲雅婷都甲伊是同一路的啊。而且咱嘛无证据讲，这都是周彩云的阴谋啊。所以我咧想，文华因兄妹仔应该是好意来看人才对啦。秋美啊，你安尼讲敢对？咱会去拄到遐尼侪代志，拢是为着你了。咱算是家己的，你煞替别人咧讲话。明辉、秋苗，我相信你拢是明理的人，我安尼诚心诚意甲恁解说，希望会当得到你的谅解。搁再讲，阮二丈就要对澳洲转来啊！我即马所烦恼的是阮阿姨会过来找恁的麻烦。你唔免烦恼啦，阮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，你无必要为着阮甲你阿姨比比。我只是希望会当尽我的能力，甲恁斗相共，互恁早一天相认。我已经讲了真清楚，这样代志阮家己会处理，唔免劳烦你。你这个人哪有这么固执？家己表现甲无好，你是安怎一定安尼固执？我甲阮哥哥会好意？阮无需要恁这种朋友。明辉啊，拄出年，伊需要休困哦，莫管啰嗦，转去啦。好啊，那呢，阮袂甲你交了。明辉，你好好休困，应该过来看你。秋苗，我们来走。阿俊啊，免送。我要锁门啦。我人袂啥爽快，我想要入去房间休困。我扶你。阿俊，歹势，再见啦，有钱。你的心若生气若有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但我感觉到新文化真关心你啦。他进前送你花，送你鞋啊，搁摕钱予咱。即摆为着秋美的代志，伊搁一直摕走相共。我感觉到伊会安尼做，拢是为着你。你想多啊啦！毋是，我讲的拢是实在话。虽然这新文化有讲过，伊是凭伊家己的良心伫咧做代志，啊，毋过伊敢若靠去遐个相片，袂当完全证明秋美就是当是你的亲生查某囝。而且，伊愿意来相信咱，甚至为着咱，
甲伊阿姨比比，伊会安尼做，你无感觉一切拢无正常？所以我想来想去，唯一的解释，伊是为着你。啊，若无，伊根本就无需要安尼做嘛。我甲伊也无熟，跟他见过几摆面，伊哪有可能因为安尼，就对我有啥物特别的感情？佮再讲，我只是感觉伊这个人态度诚恳，这人嘛真善良。无的确，伊才是只是唔愿意违背伊家己的良心吗？啊，不过我是感觉讲，莲花，你拄啊注意，应该好好休困。其他的代志我袂想啊，而且拄啊咱拢讲啊真清楚的，希望伊唔通插手这件代志。我相信以后伊应该袂阁再来啊。你去休困，我出来去啊吼。莲花兄，好好调养应该就无问题啊。安尼我心肝内会感觉较放心。啊，若无，敢若想着免费的伤，搁想着唔知影遐个人，啥物时阵搁会来害咱，我会感觉足烦恼。这，啊，毋过咱即摆上大个问题是，咱存无偌济钱啊，免费的医药费毋知搁要付偌济，咱无出去趁钱，以后日子是要安怎过啊？这我已经想过啊，拄要去走唱，无其他的办法啦。啊！你要走唱，下天嘛小拜托一下。林辉上惊就是恁两出去表演拄到危险啦。啊，即摆若我知影讲你要做人啊是，若烦恼尔，绝对无可能答应。所以袂晓互伊知影啊，而且是我出去表演，手尾伫咧厝里。啥？你一个人去哦？安尼要哪会用诶？伤危险啊啦！恁听我讲啊，莲花为着阮姊妹啊，啥物粗重的工课拢愿意做。即马为着伊，就算讲有危险，我嘛一定爱去做。好啦，你是真诚意啦。啊，不过对方若真是搁找人来找你，还是要安怎？先将咱一个难关渡过才较讲啦，以后的代志以后才拍算。讲嘛无毋对啦。假使讲对方呢，因若真是哦要叫人来找咱麻烦，咱也无地好去避啦。好，为着免费，为着恁姊妹啊，我甲伊拼到底。秋苗，我甲你斗阵来去。袂用的啦，我袂阁遮尔自私，互恁为我去冒险嘛。若真是要去，我甲恁斗阵来。秋米，我嘛要走进前上大的心愿，就是爱你尽做归宗。我嘛答应伊，要照顾你一世人。虽然咱即马无血缘关系，也毋过我永远将你当作是我家己的亲兄妹啊！我要负责你的安全。恁哥哥即马不但是酒市企业的副总经理，嘛是酒市企业的董事。啊，要传甲彩云两个对伊遐尼照顾。把文华当作是伊的亲生后生给疼惜。我伫想，将来酒市企业一定会文华继承的啦。难怪人伫讲，有家才有业啦。啊，等恁哥哥啦，年岁嘛袂少啊呢，啊，唔赶紧找一下对象结婚啊。等个结婚自然若到，就会结婚啊，你莫着急嘛。我哪有可能无着急啊？恁哥哥已经伫咧30啊呢。好啦，看你遐尼着急，那呢我偷偷甲你讲一点仔消息。我最近有一个介意的查某囡仔哦。真实的啊？啊是啥啊？哎呦，其他你去问过，较免阁问我啥物搞的兼替无。我先来问你啊。无啦，哪田？哪田？啊，这查某囡仔哪安尼啦？讲话讲者一半。你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期待。哎，真啊袂歹，真啊袂歹。来颁奖颁奖。是嘞啦，我袂晓啉烧酒。嘿啦，伊就一滴酒都无在落啉啦。
一杯若唔啉哦，后壁过来3杯。我啉啦。唔啦，秋雅，秋雅，我啉啦。哎，这你的，继续想啊。秋雅，又要紧无？就是不要紧。不要紧。老姐，秋雅，秋瑶因啥到今仔袂转来？因今日就搁加班啦。毋过看时间应该嘛差不多爱转来啊。你别烦恼啦，有俊杰陪伊，袂有代志啊。秋雅，敢是俊杰车转来啊？我去看卖，你紧困哦。秋雅，不要紧无？我小可晕晕。安尼无要紧，小等我泡一锅烧茶给你啉，你体质要紧，吼。俊杰，恁转来啊？哎呀，姐，你啉酒哦？煞唔知影拄到一寡歹人客啦，连要叫伊食酒。哎，安气牙牙呢，无食袂用一了。秋雅惊过发生代志吼，唔免硬惯了。不要紧啊，我等者洗一个身躯，就无酒味啊。容易困啊，伊拄才洗药啊，还袂困啊。是互伊知影我啉烧酒，安尼唔着害啊。无要紧啊，小等下等入去吼，较细腻咧，伊就唔知影。行，进来。爱袂困，俊杰，我先哪甲你讲，我叫你莫去表演，啥那你要安尼做？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挂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体生的美丽。错了，错了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挂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体生的美。